00001A 南华真经序。河南郭象子玄传。夫庄子者，可谓之本已故，未始藏其狂言。虽无会而独应者也，夫应而非会，则虽当无。用言非物事，则虽高不行，与夫寂然不动不得已而后其者，故有兼以思，可谓之无心者也。夫心无为，则随感而应随其实言为谨，而故与化为体流万代，而名物岂曾设对独构而犹谈乎方外，哉此其所以不精而未百家之冠也。然庄生虽为体之言，则志以通天。00001B 必之统序万物之性，达死生之变而名内圣。外王之道，上之造物无物，下之有物之自造也。其言宏绰奇，玄妙至至之道，容为雅泰然一放而不熬，故曰不知义之所是昌。狂妄行而道其大方，含哺而息乎淡泊古复而游乎混茫之人，及乎无亲孝慈，忠于兼忘礼乐复乎以能忠信，发乎天光，用其光则奇。胡自成是以神气独化于玄冥之境而原身，流长也，故其长波之所当，高峰之所擅畅乎？勿疑是乎明愿弘其笔，解其玄洒落之功位。00002A 加尔金夸所以散，故观其书，超然自以为矣。当今昆仑设太虚而游乎恍之庭，以虽复贪婪之人，尽造之事战而揽其余，方为其一流。仿佛其阴影犹足旷然，有妄行自得之怀旷。叹其远情而玩永年者，乎岁绵渺轻暇去离，尘埃而返名极者也。南华真经序。杭西华法师成玄英传。夫庄子者，所以深道德之深根，树众玄之妙，畅无谓之恬淡，明独化之杳，明前见九流。00002B 或囊百世量区中之至教实相外之为言者也。其人姓庄，名周，字子修，生宋国辉阳蒙县。师长桑公子，受号南华仙人，当战国之初将。衰周之末，叹苍生之夜薄，伤道德之灵以乃慷慨发愤，圆着思论其言，大而博其深耳。原非下士之所闻，其浅士之能就所言子者。是有德之家号，古人称诗曰子义言，子是书。名非但三篇之总，名亦是百家之通体所言。内篇者，内以代外立，名篇以编简为一古有。杀青未简以为未编，编简成篇，由金莲指成。00003A 卷也，故原凯云大事书之于册，小事简读耳。以内则谈于理本，外则与其事机事，虽章者非理不通，理记幽为非事，莫显喻先明妙理。故前标内篇，内篇理深故，美于文外别立篇。目郭象仍于题下及注解之逍遥其物之类。是也自外篇已去，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。田母马蹄之类，是也所言逍遥游者古今解。是不同经范举宏纲略为三世所言三者地。一故同百云霄者霄也，遥者远也，霄近有位。雷远见无为，理以思二游，故曰逍遥第二之。00003B 告凌云物物而不物于物，故萧然不我待全。感不及而速，故遥然弥所不谓以思二游天。下故曰逍遥游。第三目夜云逍遥者，盖释放。狂自得之名也，志的内充无时不是忘怀应。物何往不通以思二游天下，故曰逍遥游内。篇名于理本，外篇与其事机杂篇杂名于理。是内篇虽名理本，不无事机；外篇虽名事机，甚有妙理，但立教分篇具多论耳，所以逍遥。见出者言达道之事，志的明所造皆是欲。物逍遥，故以逍遥命物，夫无待圣人召积弱。00004A 尽记明权实之二志，故能大其于万境，故矣。
其物次之即指马蹄天地混同数物心灵明，但可以设为养生，故以养生主次之计善恶。两望尽至具妙，随便任化，可以处设人间故。以人间是次之内的圆满，故能支离其的外。以皆物继而随物升降内外名气，故以的冲。福次之指水流见皆物无心望的妄行气外。会内之极可以降成数品，故以大宗师次之。古之真圣之天之人与造化同工，极应。继而趋于群品，故以应帝王次之骈母以下。00004b，皆以篇名二字为题，既无别义，经不复次篇。也而自古高士晋汉一人，皆莫不单万谓之。毕训虽著述无可兼，然并有美辞贤能所引。玄因不魁庸媚少而习焉言经谈思30年。以一子玄所著33篇者为节总30卷，虽赋词情，着一颇有心机，只归不敢移。觉后人聊自记其遗忘耳。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. Kansaki Repository. All content created by us is licensed under ACC BY SA license. 全文网址、网页链接。本部分网址、网页链接。